大家好，今次谷草野馬上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落喺第3場4班1650米嘅凡凡有餘，第4場4班1800米嘅安可，同埋第8場3班1650米嘅電信巴打身上。而落飛馬精選就係第7場4班1200米嘅環球英雄，第9場3班1200米嘅團結勇士。審究凡凡有餘季內喺布文胯下兩勝谷草4班1650米，無論係跟前跑或者留住衝一段，都能夠交出好表現。最後100零米，建測群英呢仲有1個馬嘅優勢，外邊凡凡有餘一路衝緊上嚟，入邊多利神區最出嗰邊仲個試跑得接近終點，相當接近外邊凡凡有餘。兩節後上3班戰同程，都只係輸過半馬，位得第5。上場落返4班回配贏馬拍檔布文。又立即表現回勇，力戰下以一條頸位輸俾川甲金英得亞軍。呢匹馬喺4班份量十足，今次續配布文排得3檔，穩位望贏。川甲金英跑第2名，凡凡有餘。見到大我檔進才上嚟喎，入邊有一支箭，安可亦都追緊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和平波拋嚟咗個幾身位，安可越逼越近，最後50啦，和平波仲係接先，安可追唔追到佢？接近終點，安可贏啊！跑第2名係和平波啊！前面奔放拋嚟咗個零馬威，中國心就開始追上嚟啦，後多層啊嘛，入邊有智勇名區啦，中檔就係呢隻浪漫戰神啦，最出嗰邊呢仲有隻一定掂馬林中間發財先鋒，最後100米奔放仲係佔先，中國心逐步追緊上嚟，中國心響中檔，入邊係呢隻奔放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，埋邊係奔放。馬路凡凡有餘，立百村包尾入直路咧係豐盛嚟嘅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電信巴打放呢先嚟咗個幾身位喎，外邊一定掂追緊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開心三寶啊，出邊上嘅馬仲有爆得美麗大我當係馬路啊，入邊有贏威馳啊，接近終點一定掂贏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埋邊有呢隻有贏威馳，中間電信巴打臨尾有啲力弱，出邊追上去係馬路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一定掂入彎呢就嗱嗱聲推進呢，結果拋離群區贏，第2名就非常接近啦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巴閉王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環球英雄呢中間就追緊佢啊，入邊神異金剛啦，中外檔上啦，川河石區啊，出邊殺上嚟噶嘛，仲有隻3強啊，最後100零米，環球英雄從中檔已經係脫穎而出，贏緊呢場賽事啊，第2名嘛，埋邊位置巴閉王，第3出邊有3強，第4名中間川河石區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都係嚟咗一啲前置啊貼欄嘅馬。環球英雄咁啊，結果就拋甩對手贏馬。第2名放頭嗰隻巴閉王，第3名外邊追上嚟有啲內閃啊。關鍵所在喺佢出邊啊，外邊冚噶嘛，仲有團結勇士啊，馬林中間掙出嚟啦，紅帽咧就志滿同行啊，外邊追噶嘛，仲有當家精彩最出嚟東來欣賞啊，最後100零米志滿同行揾到個位賺到出嚟，已經係透出咗贏出呢場賽事噶啦，跑第2名團結勇士啊，勇霸龍就第3，第4名。電源之區同埋出邊當家精彩就相當接近啊！入彎嗰下緊要啦，志滿同行好彩牙到出嚟啊！咁啊結果攞到平衡，擠甩對手贏馬，團結勇士第2。